好似一個夢想成真嘅，可以話係我人生最難嘅會做嘅一件事。作為一個歌手，係呢個就係最大嘅心願。佢哋兩個聲音 touch 到我，夠唔夠膽喺度將你哋自己嘅所有擺埋出嚟？夠唔夠膽？夠嘅啦，夠膽。逐渐。係好感恩啊！咁多家人啊、朋友啊、前輩啊，都嚟支持呢個演唱會。滿唔滿意？幾好，我哋有好多次嘅入邊㗎，7分全，雙星7分全，首首就雙星10分全，10分全啊雙星！呢排啊應該又要不停排舞，不停操 fit 自己㗎啦。我心情好興奮啊，又好緊張。